丛林天宁寺，在中华第一佛塔聆听晨钟暮鼓。当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3次在这里登岸礼忏。蜿蜒绵长、悠悠流淌的古运河，在常州穿城而过，穿越千载时空，成就了常州舟车会百越、金代控三吴的繁荣。2500年来，开吴之地、名士之城的常州，依靠古运河孕育、诞生、繁衍、生息。粉墙黛瓦，小桥流水，整合人家文化故乡。耕读之家，心灵地图，人文风生水起，城市气象万千。弯弯的小巷，窄窄的小桥，清清的流水，斑驳陆离的光影中，散发着古色古香的气息，流泻出江南的美。古老的桥，拱洞连影，文亨春月，碧凉灯火。新生的桥，凌波飞渡，车流不息，舟楫往来。常州就在这来来往往的繁忙之中，见证了15位帝王、22名状元、1546名进士、50多名两院院士的诞生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。常州的人上善若水，崇德重诺，自古传说的继子挂剑，源远流长地印证着常州人的厚德守义。全国首创的道德讲堂，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典型，首善之城，载誉全国。平民小善，刷新出这座城市的新高度。汀州采白萍，日落江南春。常州的水是江南的灵魂，既有长江的澎湃激情，又有运河的蜿蜒绵长，更有湖泊的静谧柔美。陈霞，几年前，他的职业还是上海一家著名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。6年前，我回到了天目湖，来到了这里。这里3面环水，1面环山，我立刻爱上了这里。6年前，他从工作单位辞职，离开繁华的大都市，回到家乡天目湖畔，承包了60亩的茶园，完成了从都市白领到田园茶娘的转变。我把这里的荒山变成了现在几十亩的茶园，在这过程中很辛苦也很艰辛，但我觉得很值得，因为我找到了我心目中的世外桃源。
常州的湖养育着常州的人，常州的人更呵护着这份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。常州西太湖是苏南仅次于太湖的第2大湖泊，每年有数十万只鹭鸟来此栖息成长，是全国著名的鹭鸟栖息地之一。太湖岸边，连绵水域宽阔悠长，古运河畔，江南园林相映成趣。青山脚下，自然村落，粉墙黛瓦。科学发展，绿色生态，城内75座开放式公园绿地，成就国际花园城市的典范。城在园中，人在景中。生态绿城，文明城市，人人可亲。常州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美丽的土地，在常州生活，城市就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。产城融合，和谐发展，自然和城市的和谐共处，让常州这座制造名城瞄准产业升级的新高度。石墨烯 0.35 纳米，把诺贝尔奖变产业成果，常州一小步，世界一大步。常州积极投身中国制造2025的工业4.0时代，拥抱互联网+的开放浪潮。轨道交通、智能电网、光伏等产业链厚积薄发，新医药、新光源、汽车整车等产业链弯道超越，先进碳材料、通用航空产业链异军突起，石墨烯、碳纤维、工业机器人剑指高端，一批超100亿元航母企业崭露头角，一批常州制造品牌叫响全国，一批上市企业常州板块呼之欲出。今天，常州已是全国知名的轨道交通第一城，占有全国轨道交通装备70%以上的份额。常州制造驶入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泰国、智利、阿根廷等几10个国家。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，科技引领转型升级，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技术、新模式。常州让世界惊喜连连，无中生有，点土成金，虚实相生。龙的图腾在龙城常州复活成为有声有色的文化旅游体验经济。常州让游客流连忘返。唐诗有云：江东之州，常州为大。独特的区位优势，造就了常州人敢为天下先，事事争当第一流的个性。如今的常州，恰好处在“一带一路”交汇点、长江经济带中心地带，国家战略考量着人才优势。诺贝尔奖得主来了，首席科学家来了，中科院院士来了，海归人才来了，1800多个领军人才团队，近400名国家1000人计划专家，创办1000多家科技企业，3000多项专利成果在此转化。来常州的创业者，常州给予他们奔跑的力量。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共益，1995年选择归来，创办精通工业园，国内外30多家知名企业在这里安营扎寨。
美国籍一个总裁跟我说，他们在全国大城市看了好几十家企业，然后园区，最后选择京东，是因为我们的生产性服务符合国际企业的运作习惯，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。城市、产业、人才、开放、绿色、共享，中国的、世界的，你我在常州交汇，海纳百川，云奔潮涌，常州正敞开胸怀，延续着丝绸之路的文明之火，走向世界，拥抱世界。